台美对顶关税15%，卖另外个加起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今日去到美国，有机会签台美对顶贸易协定。查军北大设计机制，互人买条例，危害青少年健康，敢会担法律的责任？美国的审判结果引起关注。保加利亚一礼拜来发生2宗死亡案件，拢重大人死亡，是做伙行底路，也是防无杀，警方调查当中。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费，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去查高金素梅伊的办公室甲徛家厝。北检表示讲，高金素梅甲助理等人涉嫌诈领助理费，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诈领某协会的补助款，这案件北检就去查，拢总所涉30搭，通知18人到案来说明，继续调查。为办公室搬出一箱搁一箱的白色纸箱仔，地板物件甲电脑主机，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标出涉及助理费风波，亲像用人头涉嫌诈骗助理费，北检主任检察官占用领亲自带队，早起9点30分进入高金素梅的立委办公室，搜查7点钟了后，将物件抓走。检调分几路除了办公室，透早也搜查高金素梅位伫草山的徛家，北检分3个案件展开侦办。包括高金素梅甲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参亲就利用人头设立中国籍快贷，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甚至涉嫌以原住民都族群文化交流协会诈领政府补助款。这摆拢总搜查30个所在，各通知18人到案说明。约谈的人包括金峰乡代表会主席高金书、甲台东县机关陈正忠、花莲县机关简志良、屏东县机关郭秋露。好像为了之前1秒的事吧。哦，他什么时候被约谈的早上差不多8点多。台湾民主在赖清德的手上已经是完全的不演了，现在是动了高金素梅，下一个又要动谁？如果没有犯法，为什么急着出来漂白？过去高金素梅委员确实有非常多令人感到纳闷的、引起争议的讨论跟言论，例如在总咨询的时候，对着行政院长说出“我们习近平主席”。高金素梅被带回调查局国安站约谈，都直强批评民主行动来临，但背路反过来批评无做唔对，安怎就要出来洗涂骹？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检调搜查定数完毕，立法院派员陪同，为一等以化成检调唔通做决定拍手。只要原住民所有的权益，高金委员可以说是一女当关，万夫莫敌，还有这种气势。我们相信高金委员是经得起检验的。尊重检调。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征收条文，立委除了现行权之外，伫会期中无受逮捕也是拘禁。那检方要逮捕谁啊？高金素梅，要经过立法院许可。对此，韩国瑜并无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台美对顶关税，美国甲咱扣对顶关税已经超好势15%，卖另外个塔起哩。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今日去到美国，有机会签台美对顶贸易协定。也美国车未来到咱台湾，敢会讲免扣关税？今仔下晡经济部是招9大本土车厂来开会。经济部长姜明兴强调讲哦，这个事业确定，不过若用上歹的情形来看，对汽车业的这个产值影响是干那1%尔。车辆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李建辉、陆力车总经理姚振祥、豪华先进董事长李炳安等人拢到场。台币对顶关税虽然降到15%，不过台币对顶贸易协定 LRT 的内容也未签。这么传讲，美国制造的进口车关税总计降到0。40下昼，经济部特别邀请9大本土车厂开闭门会议，不过业者对零关税拢无讲。不好意思，来，等部长会统一让部长跟大家说明，好不好？因为传讲台美关税协议的内容，美国制造的小汽车加汽车零组件，将会自原本分别是17.5%，一个8.1%到15.8%，降到零关税。若是进口车降价会引起连锁效应，本土的汽车产业会受到较大影响。我们请智库帮我们推估了，大概影响大概是1%多啦。我们当然是用最极端的值来推估了，他们也期待就是说，越早确定越好。那如果都悬在那边的话，也会给消费者
不同的期待。强调伫短期内影响无大，不过经济部也空列30亿辅导厂商升级转型。另外，经济部讲，伫即马代理协议可能会规范美国记者的定期是伫美国制造，并且附加价值达到35%以上。另外，会甲小客车甲消费者分开讨论，来应用无同的用途甲市场需求，并且强调其他国家无适用。因若安怎保障劳工的权益，劳动部长洪新涵讲，会尽量编列资源降低影响。我想安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明天下午我们也有邀集了我们汽车业的工会，会在劳动部，那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座谈，那大家在交换意见，我们用什么方式可以有更多的互相的支持。国民党立委讲，台美协定签订就要全面监督，除了记者零关系，中间一个会进口美国的牛甲肉甲白带。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谈判团队一直拢秉持着维护国家利益、守护产业利益、守护国民健康、确保粮食安全4大原则。行政院副议长陈丽君按算垂直美函国去华府，甲美国贸易代表磋商，等双方完成协定本文确认了后，应该会当伫这礼拜签署协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发现讲，一个对中国来游客住伫咧林保署阿里山的公务宿舍，和中国人卖住伫咧咱的公务宿舍，也搁拍影片讲早日转来祖国。林保署就去调查，发现讲是遐的员工订房间说互中国的朋友去住，也这已经违反公务宿舍的管理规定，会来处罚。天气真的有点冷，然后昨晚上在这里面住，你看我宿舍，现在是凌晨的4点多，我们现在马上去看日出。哦 ，follow me。中国游客翕影片，讲家己住伫员工宿舍，透早4点外就要出发去看阿里山的日出。这位中国来游客，因录翕看日出的过程，俄勒眼睛的风景，不过刷伫影片的最后，讲出这款话：愿宝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样我们听起来就是不会很开心，不太适当，不太能接受。这名可能用探亲名的入来台湾的中国人，甲去看阿里山日出的影片放伫网络，引起真侪民众的讨论。认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当住伫林保署阿里山的公务宿舍？林保署家己分署经过调查了后，发现是别个单位的员工用家己的名去替朋友申请住伫遮。连当地的人要有亲戚朋友来，要跟他们订房间就订不到了，何况为什么会跑到中国人可以住？我们也觉得很纳闷。实际住宿人员并非检薪员工，而系其友人，以违反该规范，将函请其任职机关针对检薪员工违反规定进行查处。林保署家己分署表示，这个宿舍是提供给林保署也是其他单位的公务机关员工出差大的所在，无开放给一般民众使用。未来会加强审查和管理，避免同款的代志再来发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我们现在马上去看日出。社群媒体危害青少年健康，平台敢爱负责任。美国加州都有20岁的女性去告 Meta 甲 Google 下骹的社群平台，讲因明明知影大数据的演算会对囡仔的发育造成伤害，也是为着要趁钱，对外讲因的产品真安全，也伊就是受害者。伊细汉是要社群媒体，结果心理出问题，甚至想要行地路。洛杉矶法院正式审判，也 Meta 执行长萨克伯格会来出庭。审判结果是引起关注，因为这个20岁女性若是告赢，就证明讲社群平台伫咧设计机制，咧互人买掉咧爱担法律的责任。也审判定罪这个逻辑，也阁有讲爱安怎赔偿，会成做大型科技平台规范的重要指标。洛杉矶法院门口，足侪为英国来的士大人，因手摕囡仔的微照，控诉社群平台用会见软体设计，害因的囡仔失去性命。这桩指标性诉讼的原告是一个今嘛20岁的女性，伊控诉 Meta 甲 Google 调伊个设计像梅的软体，互伊伫咧细汉的时阵就有心理疾病，啊，阁有社交障碍。原告的律师阁指出，公司内部文件证明，这个平台拢是为着趁钱，而且调伊个设计互囡仔大脑会研的数位。But we've met the American British parents and we're here shoulder to shoulder to show our support with all these children that have been lost to social media harms. And it's just wrong. And this is a global problem. It's not just here in the US, it's UK, it's France, it's Germany. This is a global problem and things need to change. And we're here to support them.
新墨西哥州嘛对 Meta 展开独立审判。检方伫咧开庭的时阵，用 Meta 内部邮件指出，执行长萨克伯格加 Instagram 负责人莫塞里早就已经知影平台互人利用，不过对外说讲产品真安全。检方形容 Meta 行为是甲贻笑性剥削。还有非法数据流通，放咧唔管，甚至伫咧内部计算要安怎互青少年验到，互股东赚甲888。But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what the people who work inside this company have had to say about the safety of their own products. And this is the first step in a very long journey to holding this company to account for the harm that they've caused, for the dangers that they've created, and for the lies that they've told. 这场诉讼全球足注心的，因为足侪政府早就已经对大型科技平台失去耐心。澳洲已经通过全球的法律，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杀菌软体。法国加西班牙嘛有准备要跟进，限制15岁以下使用的权限。虽邦科技公司抗辩讲有言论自由加监护权的疑虑，不过面对愈来愈严重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美国法院头一摆会决定未来杀菌平台是毋是爱伫法律当中爱为着产品设计来负责。公司新闻。地为人变育。美国众议院针对爱普斯坦性犯罪这件事，甲关键共犯麦克斯韦尔叫来问话，结果对方拒绝配合，抑个开条件，律师代表出声，讲总统川普甲伊特赦，伊才要照实讲。爱普斯坦性犯罪案上关键的共犯麦克斯韦尼，车到伫德州刚刚接受美国众议院主要调查委员会的闭门传讯。即马64岁的麦克斯韦尼，2021年因为当年真侪项有关未成年少女提供予权贵淫乱佚佗的罪行，互判20年。民主党议员宣告的问题重点，集中伫其他4位共谋的真实身份，抑个另外25位爱普斯坦调查案无妨起诉的人，现任的总统川普甲爱普斯坦的社交关系，抑个川普敢有甲伊的律师群讨论过特赦的可能性。议员是准备好啊，不过麦克斯韦尼煞引用宪法第5修正案，保障个人唔自证基罪司法权利，唔回答任何的问题。伊的代表律师佮进一步表示，只要川普总统甲伊特赦，伊就会老实讲出一切。Maxwell should have no hope of ever getting out of prison, but today she, through her lawyer, explicitly stated that she wants to be out of prison through a clemency that this president would grant, and she is campaigning over and over again to get that pardon from President Trump. And this president has not ruled it out, and so that is why she's continuing to not cooperate with our investigation. The reality is she is a monster. She should be behind bars. She should stay there. 这个伫欧美真侪国家牵涉到政治领袖、王室名流、金融高科技的头人，抑个学术精英的性犯罪买大案件，已经接连续有真侪位相关人士失职接受调查。亲像法国将文化部长雅克隆，抑个挪威的资深外交官尤尼，英国首相斯肯尼也因为任用甲爱普斯坦往来密切的曼德森担任驻美的大使，互党内党外接被批评爱伊落台。苏格兰工党的领袖萨尼瓦找到也表示，要求斯肯尼辞职落台，表示混扰要结束。当暗斯肯尼伫下议院对工党议员发表演说，讲伊袂走，会继续战斗。前一天，斯肯尼的副手之一东陵街幕僚长麦斯韦尼主动请辞，理由是当初时曼德森这个人选是伊向斯肯尼推荐的。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一礼拜来是发生2件死亡案件，当中6个人死亡，当中有5个死者奉查出讲是当地国家保护区管理机构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保加利亚刑事警察局长是表示讲这个组织的成员的心理真无稳定。遐到底这6个人是做伙行底路，也是防谋杀？警方也搁咧调查。为警方公布的监视画面看到，这男名死者迄当时当咧互相告别，随后其中的3人登去厝内，佮放火烧一间山中的厝。警方协助了后，伫这间厝内发现3具尸体，厝内也有总团护告册加红马旗。代志发生7日了后，警方佮发现另外3人，离这间厝的80公里远的路行车内死亡，其中2个人的头壳受伤，第3名死者也咧上检。尸体附近，警方也发现失了枪支卡、2支底枪加1支步枪。
根据警方调查，其中的5名死者是当地国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因共同拢住伫一间厝，而且有成员信奉总团佛教。另外一名死者15岁查甫囡仔是其中一名朋友的后生。检察官表示，这2件死亡案件疑点真侪，可能是谋杀，也是集体自杀。警方正在调查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Роднина едно от лицата сподели с нас, че в последните месец-два е споделяло, че има страшна психическа нестабилност в сдружението и отчаяние от действителността, целите, които са си поставили, изпълнението, което действат, отношението на държавните органи към тях, сдружението на техните спонсори към тях и те не виждат смисъл за продължаване на тяхното сдружение, на дейността на тяхното сдружение и техния път. 记者打电话给这个非政府组织，因为暂时无法度得到任何回应。根据了解，这个组织自称是巡山员，多年来一直在塞尔维亚边境附近巡逻，协助边境警察，同时也为青少年举办营队。只是保加利亚国安局代理局长表示，2年前这个组织被防指控性侵儿童，还有一支准军队。刑事警察局长甚至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组织当咧做无符合上帝旨意、社会国家甲儿童利益的活动。仍得甲90年代美国的经典嫌疑局双方共款，伫死亡案件中发现一连串离奇的代志。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讲到日本的政治局势，日本首相搁市早苗带自民党夺下众议院，也够有够水。敢若自民党一个党，伊的席次就摕超过2/3做绝对的多数。也搁市早苗说落来呢，要做的代志有啥物？伊受到民意的支持，说落来。伊毋但爱赶紧通过2026年总预算来推动财政措施，因为这是选民上界要义的，爱来改善经济，互民众有感觉。也伊针对国防，伊要来修和平宪法，互日本军队正常化，修安保3文件，加强日本的国防，提高军事预算来发展攻击的战力。自民党、日本維新の会の与党で合計352という非常に大きな議席をいただきました。日本列島を強く豊かに、重い責任の始まりです。身の引き締まる思いでございます。自民党甲高市早苗带着真昂气势，伫众议大选中单独抢下超过2/3的316席，加上日本卫生会36席，将压众议352席绝对优势，也使得在野党对所有的高市以强态势提高警觉。所来2月18日，日本会召开特别国会，除了进行非常知名选举，也会确立高市第2次内阁。所来都是上重要的。日本要赶伫4月新财政年度开始进行通过的，因为进行解散国会所推延的2026年政府总预算甲各项财政新措施，高市也对外表示有一个真重要目標。国の理想の姿を物語るのは憲法です。この国の未来をしっかりと見据えながら憲法改正に向けた挑戦も進めてまいります。未来は与えられ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私たち一人一人が絶えず挑戦を続けることで作り上げていくものであります。日本的首相爱伫参众2院拢摕到2/3赞成，佮交付全面公投，公投有效票过半就当通过。虽然自民党摕到众议绝对主导权，也毋过伫参院248席中，自民党甲卫生会的执政联盟只有120席，也毋过加上偏向支持首相的国民民主党甲参政党，有可能超过2/3的底线。过去政治上安倍晋三也将修宪定为重要课题。2018年，安倍任内伫自民党大会上公布修宪草案，包括将自卫队入宪改明文化。因过迄当时受到在野党的阻止，就连迄当时联合执政的国民党也持保留的态度，一直无达成。即马执政联盟中的日本卫生会修宪的立场，甚至比自民党强硬，加深在野舆論。戦略3文書を前倒しで改定し、安全保障政策を抜本的に強化します。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政府伫2022年制定的安保3文件，也防备日高市政府2026年底进行的重点要务，为了推动再军事化，像强化日本公司军事能力、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等，拢会是日本众议大选了后的政坛，甚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公司新闻安中伟编译。
美国红色古巴人员甲石油出口等，古巴航空业受到影响。因民航局就宣布，讲处理古巴的国际航班停止加油，和本地古巴旅游业就真冷啊。即马个安尼是，恐惊会愈受冲击。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荷西马蒂国际机场车到也正常运作，不过欠油的危机随时会发生。金融时报1月底的报道指出，古巴全国的石油存量敢来当冻15至20天，所以原本会当提供跨国航班加油的服务，即马开始暂停。美联社报道，底停的开河航线目前也无受影响，不过往来加拿大、罗西亚等国的长程航线班机被迫爱转港附近的多明尼加，也是墨西哥来补充燃料，地输成本甲票价起真济，对已经真歹的古巴旅游业形成另外一种冲击。石油欠缺唔但影响交通，陆上交通嘛同款，公共运输被迫停驶，民众敢来当选择高铁号的3轮机动车，甚至是燃料3轮车。Visitar sí que son de batería porque aquí no hay más nada. Es con lo que resolvemos aquí. Y así, poquito a poco, echando para adelante, no hay de otra. 这个小姐笑啊讲，不过嘛真无奈，当然有这种体验的古巴民众算袂完。Tengo familia en la provincia, tengo viaje que hacer, todo está cancelado, no hay a dónde, no hay nada. Estás paralizado aquí. 因为石油欠缺影响的，除了交通、医疗机构嘛面临随时爱暂停服务的压力。另外，哈瓦那国际驻店这个艺文活动被迫无限期延后，古巴人上介意的棒球球柜也必须缩短通石油人员。美国政府以委内瑞拉阿荷国际贷款的理由出兵亚洲总统马杜罗，同时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也是古巴石油来源的墨西哥，为了甲美国的贸易谈判，嘛只好停止输出石油给古巴。Puede uno estar de acuerdo o no con el régimen de gobierno de Cuba, pero no debe afectarse a los pueblos nunca. Entonces nosotros vamos a seguir apoyando y seguimos haciendo todas las acciones diplomáticas necesarias para poder recuperar el envío de petróleo. 美国政府嘛公开地讲，断绝石油供应，就是要让古巴的经济败起，通促使反美的古巴政府倒台。所以墨西哥政府被迫无奈，爱持续运送食物等人道物资给古巴。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杜拜巧克力豆结合中东的传统风格是真受欢迎，不过做巧克力豆的主要原料可可啊，因为气候变迁，这个产量减少，杜拜巧克力豆恐惊爱起价。大量的笑豆含入去巧克力豆当中，这就是用下西方巧克力豆甲阿拉伯治疗精华的杜拜巧克力豆。伊的味真丰富，因为安尼伫社群媒体唱甲掠袂掉。不过杜拜的巧克力豆核心的原料笑豆，因为天气无啥理想，来大欠。地区笑豆的计数，伫一年内就增加超过1/3，而且可可豆仔的主要产区，亲像是非洲西部的春季海岸甲加纳，也因为收成无好，地区可可的计数继续增加，互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巧克力豆工厂面对起价压力。We know there's multiple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increase of cocoa prices. Yeah, we see diseases. That's all climate change related. At the same time, we're seeing an increase of demand. We're seeing Asian countries all of a sudden are interested in purchasing cocoa, yeah, so that all drives the price. We have a reduced availability of cocoa beans,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here to stay. I don't think this is going to go away anytime soon.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本身就是高消费的国家，佮加上杜拜的巧克力豆，主名讲是手工制作，所以伊的计数原底就比一般的巧克力豆佮较悬。另外，杜拜的巧克力豆伫社群媒体推播之下，市场的需求一声大增加。即马杜拜的巧克力豆的计数可能会比超市的巧克力豆贵数10倍，或者是数100倍。If you want to find good quality chocolate, yes, be prepared to spend a little bit extra. If you want candy, you go to the candy aisle. No cocoa in there, of course,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too expensive. Lots of sugar, lots of palm oil, but that's your choice. 另外一种杜拜真受欢迎的伴手，是以特别的绿豆奶制作的巧克力豆，食起来淡薄仔咸咸，有的佫会含中东地区常常用的香料，也是椰子。然后专家讲，就算可可啊计数佫称悬，也完全袂影响到消费者买高级巧克力豆的意愿。Caramel chocolate is a specialty. It's a delicacy. You know, people don't buy it looking at every penny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spend. Yeah. So they need it as a gift, they like it as a special luxury.
So that doesn't really affect the purchasing decision of the customer. 虽然去年全球可可啊豆仔的计数有小看板，但是除了供应量无确定，个巧克力豆的制造商为着要消化关价的库存来补成本等等的因素，致使巧克力豆的计数无对咧大半。巧克力豆的工厂表示，因为气候变迁，未来可可啊豆仔的计数可能会起到甲咖啡豆同款。国际新闻新罗北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仔载感谢时间，再会。